屏东恒春的特色就是寒天时啊有落山风，这款特色也变作是艺术创作主题。2年一摆落山风艺术季，伫车城海口港的展览，海口甲海墘有34组的装置艺术，咱也做伙来去看卖。一只大飞蛾行伫个海沙坡，看起来淡薄仔笑亏，淡薄仔趣味。边仔阁有规阵的飞蛾，海风来，身躯就运转。艺术家的想象甲创意，阁有这个灵感来自沙轮的特变艺术。用一个自然的雕塑的一个形式，然后去回顾以前这种小撒哈拉的这种风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雕塑它都是流线的，有点像风一样，或者像海浪一样的坐落在这片沙滩上面。这就是寒天的落山风，风真透。不过艺术家将落山风甲在地人文风景结合，创作出34组的作品。伫个风中摇来摇去的山野树，徛伫爆花的炸弹花。这摆的落山风艺术季，要互游客来遮见风旅行。遮就是有着风，啊人就拢会秘在厝内底。啊，阮想讲，若是即个时阵吼，逐个观光客来遮，像咱会去迄个像咱的小高影有无？啊，咱若是拄着落山风的时阵，咱愿意来遮扇风，敢若嘛是一种新的流行，会当来遮佚佗安尼，啊，会当看艺术品。今年的艺术季，阁有海口便当通食，便当内底拢是在地食材。对，这边的洋葱，然后呢，我们里面放了屏东这里在地的红人咸鸭蛋。那它变成是一个咸鸭蛋的一个蒸肉丸。葱头、咸卵、鱼肉酥、甲荷来菇，拢是在地出产的。透过餐厅的主食师傅，指导社区发展特色产业。因为准年真侪游客来艺术季翕相打卡了后，人就回去。这摆特别结合社区产业，希望会当甲更加侪游客留落来。记者邓家军、赖伟做，屏东报道。